腿後方肌肉伸展運動。首先我哋會先拉大腿後方嘅肌肉，我哋會拉左邊先嘅，可以坐前少少，然後伸直隻腳，膝頭哥要伸直嘅，右手可以擺大髀上面，左手可以撐住張凳，跟住挺腰收腹，慢慢向前傾，直到你感覺到大腿後方嘅肌肉有拉蹬嘅感覺，可以維持喺呢個位置10秒鐘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跟住拉另一隻腳，同樣將右腳伸出嚟，然後慢慢將身體向前傾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將以上動作重複10次，每日都揾時間做就得㗎啦。想知道更加多嘅肌肉訓練運動同埋拉筋運動，可以 click 入我哋嘅頻道裏面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！